Louis Conductor 造型，外觀就係一個類似車長、火車車長嘅造型，然後頭上面就有一架火車，然後呢，佢就攞住一張票，嗰度寫住 The Louis Express，跟住佢戴住一頂車長嘅帽，然後呢，佢呢就着住長袍啦，入邊。然後 Nova 技能呢，就係掉佢張票出去，然後發出黃色嘅特效。然後 Fold Rush 呢，就係冇改過特效嘅。傳送技能呢，就係啦，個幻覺會係變成黃色左手邊，然後黑色右手邊，又帶住 Louis 呢一個造型嘅嗰個火車圈。仲有專屬 intro。總體嚟講係一個我覺得幾好嘅造型。